站住！不是你站住！你是不是觉得太后对你太好了，然后你对她之前的态度觉得特别羞愧，特别对不起她？你闭嘴！恼羞成怒了，我就说嘛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心眼那么一点点小。听我的，母子之间呢是没有隔夜仇的，只要你肯低头认错，太后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你懂什么？你别以为你霸占了我的身体，就了解了我的思想，了解了我的过去，了解了我的一切。我告诉你，你少管闲事。什么隔夜仇，什么心结，你根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又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？我真是受够你了，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看着就让人恶心。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你滚！让开！我的妈呀！他，小宇宙爆发了吗？骂人骂得好帅啊！娘娘，奴婢听说大王最近常常来看您，看来大王是终于明白了您的用心，原谅您了。奴婢替娘娘开心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消息怪灵通的。对了，秋水，你父王的病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找太医看一下？太后娘娘对奴婢一家的恩情，奴婢感激不尽，奴婢愿意为太后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秋水姐姐，你放心，母后宅心仁厚，又怎么会让你赴汤蹈火去报恩呢？对，大王说的对，哀家一个妇道人家，干嘛让你赴汤蹈火呀？是不是？快起来吧，秋水。多谢太后，多谢大王。大王怎么又来了？正事处理完了吗？正事哪有母后您重要？先给母后您请安，然后再回去勤政爱民。胡闹！哀家哪有那么重要啊？只要你把祖宗的江山给守住了，以后啊，哀家就有脸见你父王了。是，儿臣谨遵教诲。母后，这几年来，您辛苦了。之前是儿臣不懂事，从今天开始，儿臣答应你，一定会努力做一个更加勤政爱民的好大王，以回馈您这几年的辛苦。你能这么说，能这么想，哀家就已经很欣慰了。多谢王儿。好了，快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娘娘，恭喜你得偿所愿了。哎呀，这个达喜，幸好我聪明发现的早，要是太后知道了，又得把我关小黑屋了。申甲，大王有何吩咐？达喜在哪儿？达喜姑娘今天身子不爽，怕冲撞了大王，所以就没来隆德殿服侍。寡人倒要看看，她是怎么不舒服的。大王，这是宫女的房间，就这么近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在外面等着吧。诺。怎么啦？不开心啊？今天为什么没有去批奏折啊？说话呀，哑巴啦？哎呀，没吃饭，肚子饿啊？我去给你做吃的好不好？好，不好？好啦，等我。你吃不吃啊？啊？吃啦！快快快快快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小
吃什么自己放。吃饱了，太好吃了。今儿我来呢，就是想问你，今天为什么不批奏折啊？寡人不喜欢你顶着寡人的脸跟太后走得太近，看到你对太后一脸谄媚，寡人觉得十分恶心。寡人决定了，只要你还替太后说话，寡人就和你保持距离。为何大王对这件事情如此执着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难道你和太后之间以前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？寡人记得小时候，你别这样，王叔，被人看见不好。横竖都是你的人，看见了，杀了他，怕什么？马儿马上就要放课了，要是被马儿看见了，恐怕……母后，马儿，马儿，怎么，母后你要杀了我闭考不成吗？马儿，你误会了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母后其实……你别碰我！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知廉耻。父王才刚薨逝，你就不甘寂寞的和这个心怀不轨的人混在一起，你对得起父王吗？马儿，住口！你才要住口！别过去，马儿。别以为我不敢动你。你还记得你的王位是谁给的吗？来人！诺。都给我出去！没有哀家的指示，谁敢擅闯隆德殿，都给我出去！诺。王爷，哀家自己的儿子，还轮不到外人来管教。婉儿，我们走。哼！给哀家跪下！今日你出言不逊，顶撞王叔，哀家罚你把这里所有的书都读完，否则就不许出去。你听到没有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母后，马儿，书都读完了吗？读完了。那好，那哀家就考你一下。汤诰中有一句“有功于民，勤力乃事”，是为何意啊？汤诰乃前朝国君因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所作，意在警醒后人，故而此言是为了警示臣属，要为百姓造福。读得不错。太后，什么事？禀报太后，摄政王求见。宣吧。诺。马儿，母后问你，汤诰这本书置于书架的何处？而为何要置于此呢？儿臣不知。马儿，你这书怎么读的？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？过来，我看你就是找打。怎么读的书？你怎么读的书？好了，马儿还小，他不懂的让老师来教，你打他有什么用啊？我答不上问题，理应受罚，不用你来讲好戏。你答不上问题还嘴硬，还敢跟王叔顶嘴？你看你就是找打，还跟王叔顶嘴，不打你不行。这，马上何人？为何强闯宫禁？滚开！狗奴才连本王都不认识了吗？有刺客！大胆！这群狗奴
对本王不敬。本王可是大王的亲叔叔，待本王见到大王，定然参你们一个以下犯上的忤逆之罪。王叔，寡人在此，恐怕你此生都没有伸冤的机会了。本王冤枉，姬满，给寡人拖下去，砍了。走，姬满，你不能过河拆桥！我要见太后，我要见太后！母后，这是儿臣为您准备的新年礼物，您可还喜欢？王儿有心了。今天本是除旧迎新的日子，王儿的所为也无可厚非。不过哀家胆小，受不了这些打打杀杀。王儿的礼物，哀家心领了。来人，还是把这阿扎之物拿下去吧。不知王儿今后有何打算？儿臣觉得，因为儿臣操劳了太多年，如今儿臣已经成年，并且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故而希望母后可以将权力归还于儿臣。母后退出朝政，好好享清福，这才是主要的嘛。好，哀家同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哀家想请教大王几个问题。您说。首先，眼下朝堂上仍有支持王叔的党羽，不少人位高权重，请问大王准备如何解决他们？其次，北方部落频频滋扰边境百姓，驻军在外的将领手握重兵，请问大王如何平衡他们手中的权力，以及是否能保证朝堂和百姓的安危呢？最后，朝中贵族关系盘根错节，他们早就对大王之位虎视眈眈了，又请问，大王要如何处理呢？这，母后，儿臣尚未找到妥善的处理方法，还请母后赐教。曼儿，你记住，这权力是好东西，但是对他的所求不要意气用事，更不要操之过急，否则到最后吃亏的就只有你自己。你记着，这天下是你们姬家的，我们房氏一族并无取代之心。况且，我是你的母亲，断不会帮着别人去害你的。你不用说了，朝中的事情我会慢慢学。儿臣会把姬家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拿回来的。所以你看，虽然我是至高无上的王，可我也有我的身不由己。就像我无法从太后手里夺回所有权利，就像王叔对我没有半点亲情。什么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在这高墙之内都是狗屁，权力才是一切。就像太后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说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为了江山社稷，可还不是对我的朝政各种干预，对我的行为处事各种指手画脚。你呀，就是太天真了，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你这么单纯善良，迟早有一天会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你做什么？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会跟太后保持距离的。我为我之前的自以为是
我自大，向你道歉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的大王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不叫人失望才是。当然了，我可是周朝第1大美女厨师，没有什么事情是1顿美食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2顿。从今以后呢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罩着你。你现在看起来确实有点可靠的样子了吗？什么叫有点？很可靠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有待商榷。你不要欺人太甚啊！敢跟本王顶嘴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本王？现在大王是我现在就可以斩了你。你再跟我说一遍。不是吗？现在就是我是大王啊！哎，你站住！我就不站住！我就不站住，怎么了？你给我站住！别追！站住！不要追！不要追！你站住！不要追！儿臣见过母后，给母后请安。婉儿下朝了，今日可有什么重要的政务，需要哀家帮你处理？不劳母后担忧，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儿，儿臣可以处理。婉儿，哀家不是那个意思，哀家当然相信婉儿的能力了，但是时候不早了，儿臣还有些奏折需要批阅，就不陪母后聊天了。儿臣告退。婉儿，秋水，你快去查一查，是谁惹大王不快了？前几日他不是这样对待哀家的。回太后，奴婢早就打听过了，的确这几日大王把朝堂之事处理得没有之前那么井井有条，大王许是有些累了，所以才会对您有些冷淡。是吗？是，也许一会儿大王休息好了，就又来您身边腻歪了，你就等着吧。好吧。陶德刚，是邵大人。停！别抖了，别抖了，要被发现了！大邪，你真逆点！深呼吸，1、2、1、2。天哪，不行了！我一看到邵雍这张鲫鱼戏的脸，我就不行了。参见大王！参见大王！那个免礼，都起来吧。你也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见到你就……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，大喜！闭嘴呀！哎，你们说大王今天为什么来看我们训练啊？切，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！大王哪是来看我们的呀？他不是来看我们训练，难道来晒太阳啊？大王啊，是来看我们邵大人的。看这手臂、肩背、这腰、这腹，看得我都快把持不住了。胡闹什么呢你？你们啊，真的是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连大王都敢调侃了啊！要让大王知道了，砍了你们的脑袋！以前啊，我们或许是害怕他，但是现在有邵大人您在，我们倒是不怕了啊！好，越说越离谱。大王啊，只是顺道来看看，哪有你们这么多废话啊？顺道。我说邵大人，您就别天真了。您没看大王看您的眼神吗？那么深情，那么婉转，那么炽热。要说啊，若是在那月黑风高的无人之境，邵大人，您这清白啊，就一定不保喽。行了，这么多废话，别胡说八道了。明天训练。邵大人，
您保重，您保重，您保重。指教。一，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，四，好，五。好。你陪寡人一块儿回去吧。走吧。嘿，你也起来吧。谢大王。不可能的，大王怎么会对我这个小侍卫心生不轨呢？别瞎想了，好好训练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继续。6，好， 7，好，大王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大王只是随便来看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上庸大人，见过大王。上庸大人，又练兵了，累不累呀？要不要休息会儿啊？多谢大王关心，臣不累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看来真被那个家伙说中了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打消大王的念头。我不能再跟大王交流了，不然脱身都难了。臣先告退。来，我做示范。哼，哼，哼，好。上庸大人的成亲了！等你好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王竟然一直有意回避你，所以奴婢斗胆，请太后离开隆德殿。你大胆！达西，我衣服缩水了。不是衣服缩水了，是你胖了。我没胖，就是衣服缩水了。好好好，就是衣服缩水了，你开心就好。我没胖，就是衣服缩水了。没胖。哎，大哥，你这都第几碗了3碗啊。就你这样子还好意思说是衣服缩水了？你不胖谁胖啊？我没胖，就是衣服缩水了。开心就好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显瘦啊？